来看台东市西屯区一栋大楼内底，一个27岁小姐入去灶骹，因为一阵风门煞关起来，结果呢，伊被反锁伫内底无闸手机啊，瞬间甲外界就失去联络，掉伫20楼悬这个灶骹底有偌久？43点钟，这段时间伊捌试过将门撬歹，还是被通风管以及呢制造浓烟呢，和这个警报器会弹，不过这个方法拢无效，最后伊真巧去想到，利用冰箱内底这个感觉物象呢，伫个纸袋啊顶面写 SOS 求救的信号呢，向外口咧弹，成功互其他住户发现了，人家救出来。远景伫内面睇，听到查某人的声，伊伫咧门的对面，一直敲门。反锁在里面。好，我来帮忙你。远景想要甲门拍开，不过门就是吊咧袂叮当，赶紧通报消防队来破开。时间真逼，因为查某人封吊伫内底超过1天。他说他被那个反锁2天了，15号到现在，礼拜天。哎呀，在厨房的时候，消防队到场成功把人救出来。查某人讲，6月15下晡1点多，伊入去灶骹一个啊，就无插手机啊。想袂到，雄一阵风把门关起来，伊就互反锁伫咧灶骹内底。这期间，伊想要把门破开，弄通风管，也是制造烟发动警报器，不过这个方法拢总无效。风吊伫内底的时间就愈来愈长，一直到6月16，伊甲所有方法拢想过，雄想到甲纸袋啊加做23张，摕冰箱的起接布伫咧顶悬写 SOS 119。搁写讲是几楼的住户为20楼的灶骹向外口寄出去，这个方法果然有效，抓落去其他住户的阳台，互人发现，就随报警察。加当港的早市7点互救出来，吊伫内底的时间伫要43点钟。屋内民众遭受困，立即通知房东以及119来协助破门。其他的民众嘛拢讲，会当想到这步来化救人，真正是无简单。番茄酱这个真的太聪明了，可能也没想到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封吊伫内底43点钟，查某人用冰箱内底食食金条，加上想想到的办法，用起接布写 SOS 化救人，互其他的住户注意到，正做伊互救出来的关键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